有件事儿啊，我要跟你严肃的谈谈。啊，于总，我也有点小意见。以前我晚上回去，老婆都用那个电饭锅给我炖着补汤。林夫人一来，就只有从外面带回来的夜宵了。现在连夜宵也没了。她说于总的夫人那么瘦，她受刺激了，想减肥，以后啊都不做夜宵了。林夫人还每天帮你做夜宵啊？那是，林夫人来之前，最后一顿炖猪蹄。多好呀，张工！我跟我老婆以后啊，跟夜宵这俩字儿就绝缘了。那你可没我过得好啊！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我老婆呢，优点还是很多的，特别让人喜欢。哎，不过各位，刚才你们说的意见呀，我一定及时传达。这可是当地特色菜文昌鸡，大家快尝尝。在哪儿？真好吃啊！喂，怎么跑这么远啊？有件事儿啊，我要跟你严肃的谈谈。吃吧，是吧？